伫甲拜仪式后，向前即间全新的微醺餐酒馆正式开幕。会使看到开幕的现场，市长王伟霆、议长郭信良，甲侪位的立委议员拢到场见证。即间微醺餐酒馆成功进驻南胖旅馆，特别打造一个优雅的环境，希望予来用餐的民众会有无同的体验。其中微醺餐酒馆有4大特色：餐饮、艺术、音乐、时尚，这4个元素拢是来自台南本身的特色。我们微醺餐饮集团的4大核心价值，其实第一是餐饮，第二是音乐，第三是艺术，第四是时尚。那为什么选择这4大价值？其实都是发自于台南的一些优势。其实台南大家都知道，台南府城是美食之都，那其实就很多小吃。但其实像我们有机会到台北或国外去看到很多餐厅，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体验到这样的美食。所以餐饮既然是餐厅，餐饮的价值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餐饮，第二个是音乐跟艺术，是因为其实台南地灵人杰，也出了蛮多音乐的人才。或者是艺术的人才，像李安导演、谢明佑，还有很多我听到的业界前辈。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玩音乐，所以我就集结了一些音乐界的朋友，那一起来帮我们把微醺体验用餐的时刻更多的一个音乐的价值在里面。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的下午茶的时段，我们更希望营造出艺术的价值。所以像今天就是一个艺展的结合，跟爵士乐的结合。那艺术一些画作创作，其实也是结合下午茶是蛮好的一个结合。所以其实微醺这时尚就是我觉得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人，我们都有一些 dress code。像我们开幕的时候就是英伦风，那我们跨年的活动我们就是大亨小传，我是大明星这种概念。所以4大价值结合起来就是微醺餐饮的一个主要营运的方向，跟希望带给台南或者是来台南玩的、来观光的朋友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餐厅的氛围。会号名微醺，并不是民众一定要啉甲醉，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透过艺术、美食、音乐等无同的面向，互心情放松。其实微醺刚刚那4个价值，其实不外乎就是让你在用餐的时候，你可以体验到吃的艺术、听的艺术跟看的艺术。大家会对微醺都讲说，这是一支卖酒的，其实不是的。微醺是一种。我们常常讲说，人生是人生是一种态度，享受是一门艺术，这是我个人推崇的。那我会觉得是有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微醺，代表的是放松，去享受 the moment，enjoy the moment， 所以是当下的一个放松跟当下的一个享受，所以这才是微醺真正的价值，而并非只是一个简单喝酒的地方。好，是一个让你一旦从进来视觉上，从装潢。好，就已经微醺了，然后我们音乐再下去，听着爵士乐或者是 romantic 或者是 blue jazz 这种音乐，你耳朵也微醺了。最后我们餐点上去，你吃了，连你的味觉也微醺了。好，整体的一种极致的放松、舒服的享受，这就是微醺。现在店内也准备了艺术家谢依珊的作品展览，让民众伫用餐的时阵也会使欣赏艺术，会使看到店内的装潢相当的典雅，用色也非常的简单。这几种色彩其实拢是配合店内各种专业来设计的。除了在装潢上，我们延续雅果店的一个英式复古墨绿金边，墨绿跟迷金的一个色调，在微醺南纺这边，我们更加了深蓝跟酒红的元素。那其实墨绿、金边、深蓝、酒红其实都有它的含义。墨绿我们是体贴，迷金我们就是一种尊贵。深蓝是专业，酒红是放松享受，所以4大装潢颜色的基调也代表我们4个要去服务的标准的方向。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去希望用色系就来呈现。来到店内听到优美的音乐演出，搭配美食，就是一种享受。加上户外空间也适合伫天气好的时阵来体验。当市长强调，这间店是为大家所打造的。只要有需要，不管是啥物活动，拢会使来甲因讨论。因除了提供服务，上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打造台南餐饮的新生活。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